新疆摩多六合魂。爱团结的力量，来消灭掉这个不滚中的恶。不滚中的路，前进成了国家出马。六合也亲身这个对付这个不滚中的路，形成兵对兵，将对将。要靠你这个特色，处处跟我作对，做个我的工作，现在我中大路绝对不能用稳的呀！哦呀，好！都报不上，但是六合正气心肝厉害。两个啊，赶紧的暂时不滚咯！哦，也来不回，哦，走喽。不滚已经被了群众所给包围。一波打入到黑暗的地角。起来！哦，不滚！现在不滚已经受报应而死了。咱众人中间公明啊！是各位肃静，今天令打倒北境，归功于众同志啊！多谢。各位，这就是显示着自己所处无怨无戒，江山固海不能撼摇；自己所向无坚不摧，锐甲精兵不能御也。今仔日，咱的大团结，咱的众志成城，终于将着这个暴君给治了。再来就是要安慰着患难的人民啦。但愿早日会当肃清着赤我邪教。多谢各位的帮助，多谢六合先师义士的相助，解救同胞脱离水火之中。公主，你第二次受惊了。现在不管杨达佬已经受恶报而死。公主，你也整顿调工吧。是啦，希望我的二妹爱奴也随我回宫呢。哎呀，姐姐，咱的三弟铁娃娃尚未找到，我想讲继续要来去找找三弟铁娃娃，奉上姐姐回宫。哇！奉上公主回宫，多谢了，顺行吼，多谢。六合先生啊，叫你六合先生较歹势。我是瓦拉的三条元老哈。若无你哦，哇呀，达旦甲瓦拉呢哦，征战这个龙烟啊，永远无法度人消灭。总是阮甲这达旦啊，这是邻邦啊哈。会使讲敦气之邦，属于伫咧讲敦亲睦邻啊，这拢总是赤我，伊也伫咧捣乱，说来去就是这个杨达佬伫咧做歹，根本阮拢总无关系啦吼。是老王爷，请你回宫去静养。多谢，因有时间在咧皇帝呢吼，各位有时间在皇帝吼，元孙呢。拢交代六合先生，你安尼甲伊提拔，互伊提拔，呀，老朽过时啦。
顺行王爷，过世了，过世了。六合仙师，暂别小等下，林心心，你继续特要流浪找找王子铁娃娃，正是林心心，叫你安尼煞真歹势。你是二公主铁爱奴，爱奴公主，你的流浪生涯何时了呢？直到三弟找到为止啊！我在南城等候你的佳音呢，也但愿我的徒弟阿霸王还阁活在世间。仙师，唔通阁讲这个伤心事。天狗龙变色狐狸，赤狐组织双密铺，希望仙师你也更加留心呢。你也同款来保重吼。是，暂别。顺行。多谢了。悲欢离合，人生难免。我六合当天祈祷，但愿神奇会当庇佑着我的徒弟阿霸王活在人世，当着爱奴两人的团圆。徒弟呀！后惊你有啥物能耐？我才唔相信。金王子对要杀敌分中魂，伊的师弟无甲甲三分的报仇，所以使用着绝招剑法，对来到这个洞内。现在四座该拿路，金王子带我雷霆之怒，伊的刀尖对向着伊昆仑四座了。小子，你还阁有啥物绝招点来吧？呀，流车赶我一下！你的连环三招已经失效了，现在轮到着我发招的时阵，小等你起吧！四座，请你怜悯吧，请你怜悯。哦，我的徒弟过世，我会甲你赔罪，请你唔通伤害我的徒弟啊！四座，哼！昆仑元人显然陷害，你指使你的徒弟在要杀我，我不能容忍，冤枉啦，冤枉啦！恁老爸你老狗哦，含血喷天，啊你妈妈修理了你！对，原来我道你唔通对前辈这款无礼貌，赶紧归落。是啊。这班歹人哦，若无甲伊治掉，这个天下袂安宁呢。囡仔人咧讲啥？囡仔人有耳无喙，赶紧向老先辈甲伊道歉。哦，我要甲伊道歉哦。是啊，求老前辈爱原谅你。是啊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的师弟5甲3分的哦，都是叫分中魂，也甲伊的徒弟所杀害啦。我都要为我的师弟报仇。胡乱讲！你这个唔正经啊！我的徒弟免后杀害你的师弟，你乱说！有啦，因为你的徒弟甲分中魂交结，也安尼吼，都是狼狽为奸，啊伤害到我的师弟，迄绝对的啦！住口！徒弟，你一定要听恁师话交代。我时常伫甲你教诲，你叫袂记来心啦。咱人都爱化仇为友啊！忍人不能忍，用人不能用啊！我甲你讲了啊，这个刀特别使人活真困难，刀要使人死非常的容易。你是毋是都爱大慈悲？你都爱怜悯？你无论如何爱接受恁师的劝化，哈？冤冤仇仇，风波几时休？哦，有影四座，我的徒弟以后若是过来这所在闹动，则愿接受你的严定啦。这次无论怎样，看本山人的面相嘛。好，看念昆仑元人，你这个显然性海的面相，以后若是过来搅乱者，本山人公孙岳、昆仑四座绝对无容忍。你带转去吧。多谢，赶紧甲老前辈说多谢咧。我甲他滚开！真乱来，多谢，是你好。老狗，是哦，你这唔正经哦，你敢会记得哦？你以后唔通讲我闹动哦，
以后若是出来武林道上看看行，迄我是绝对无容忍你。莫讲现在啦，多谢吼，过时请了。师傅啊，要当因两师傅使啊来遮，直咧甲咱下摆，啊来遮直咧甲咱放屁，啊师傅你短点点，啊咱遮面子嘛真少落地，师傅啊，你都爱拍算啦。哈，拍算？恁遮酒龙饭地，也遮侪人拍输一个囡仔，也你叫恁师傅啊，恁师傅道行深高的先辈感，也会使拍死款唔正囡仔心，拍算？哼！啊！你真含慢！啊！武林道上还佫有这销魂铃声玉璧，也这个孙啊，斩龙剑虎严相，这拢总是顶顶的高手，一苗应用，拍算啥？出去！你要去收治金王子，恁的自由啦！以我无挂角，无牵连，进去！地主知影，好，遵命，遵命。哼！先报一个名，听看咧。无代无志，点咧上山人爱笑。免讲，我是销魂铃声玉璧。吼，你这落魄。嘿，姓玉名璧啦。吼，落魄哦。原来是叫做斩龙剑虎严相诶！哦，你去用严相，啊，你伤真重。唔正囡仔哩啊！喂，小虎铃声，上我落呀，上我落呀！好，好啊，我大声。哦，哎呀，安尼看你用无音伤人哦，啊，我真是真无可能呀！快走！喂，冲啊冲啊！一个甲上顺，一个甲死顺，好啊，走！这个时阵的金王子进无可忍，特别使用第一绝招秋风扫落叶。走啊走啊！妖都已经多是夭夭，但是金王子不甘休，一定要收治魂中魂、气中气，甲幻中幻。哦，甲你修理了无清楚哦，安尼我誓不为人。好，魂中魂你真好搞命，还连咧深刻你安尼撞落去。也毋过我今仔日开杀戒，阮师傅若知吼，一定会足烦恼的。我定定做代志，拢互阮师傅烦恼，安尼免哪用哩？等下昆仑南昆东，等下甲阮师傅陪做一个。师傅，你所讲迄两个，赶快去哦，拢叫我安尼站到外国起床，现在死了。啥物？其中奇幻中幻拢死了。哈！小子杀来我的徒弟，明明就是专心在要甲我作对。是啊是啊，伊就是专心要甲你作对。伊看你这个戆身角啊，你这个衰小，啪！真苦，赶紧过动改理论啊！徒弟拿出去，我就是非常的担心。可怜五角的三分呢，你个惨亏在魂中魂之手。哦，这要叫我如何是好？来啦，老师，老师，写做咧，写做咧。为安怎倒来跪咧我面头前求谢呢？师啊，我又搁开杀了呢。哈！哎呀，个多啊！你为什么拢无听话？哈！啊，你又搁开杀？你到底是杀何人？毋是别人啦，遐拢总是冤仇人，遐拢总是万恶不赦的罪犯啦，遐拢甲赤我共党的，迄是暴君的徒弟，是应该该杀的你咧。哈！即马四祖若知吼，看要如何是好？伊一定来这个所在追求。个多啊！我时常伫咧甲你教，
你安尼拢总无咧听，哈？大事都爱化小事，小事都爱化无事，无事以当贵，你袂记这个道理啊？是？是啊，若无事通做，人会办单呢。你安尼在甲强辩啊？我咧讲的事，都是事有分好歹，有好事甲有歹事啊。所以讲，一日若是有做好事，心中就快乐；一日若是无歹事，心中就真安。意思，你听无是？嘿啦，我就是吼，一直有做好事咧，自将歹人甲伊低调，这就是好事，所以感觉安尼，快乐快乐。你热度啊，健康拢讲这款话，看会害啊袂？师傅啊，这你下面啦，别人我拢毋要不咧惊啦，我是干那惊师傅，你伫咧担心，惊你生气尔。我甲你讲，你有尊敬我，恁师傅是真了解啊。可是这个昆仑四祖吼，伊若到位，你赶紧归落，爱甲伊找毋着，或者顺人意来讲好话，风波海浪起自消。我相信伊一个仙格，伊也是袂甲你拍死才对啊。哈，我都搁归咧甲后唔对哦。是。你顺正就是有尊敬恁师傅，要若是无顺从我，你就是忤逆。好啦，我遵命啦。报，昆仑四祖到，昆仑四祖到位，你就爱甲伊叫四祖，吼，甲称呼叫做公孙前辈，伊的名就是叫做公孙岳。好，因公孙啊拢见头。对，什么公孙啊见头？伊姓公孙，就是公孙岳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好啦。有请。实在真藐视我，真藐视我都对啦！哎呀，道兄啊，暂时雷霆之怒，放弃火龙灵威啊！你听贫道分数几句吧。免啦，免辩解，免辩解，我得归落。小主啊，你真猛，你真勇，你真好杀！我毋是真猛啦，嘛毋是真勇，嘛毋是真好杀，我是真敢。主口热度啊！你莫安尼强辩好，哈！你点点会用哩无？有啊，我都点点啊，我拢无爱讲话啊啦哈。迄是看来阮师傅伫咧讲呢，若无你毋正经，我无咧带你。多地啊，你点点好。哦，我点点。道兄啊，我的徒弟所做的代志，由贫道来承担，吼，由贫道来承担。免啦，承担不啥？杀死一命，赔一条命，这是土地公道尔。知无？哎呀，道兄啊，你是修道人，难道啊那修道人都唔敢拍死人心？唔是啦，我是讲你大神大道，你就是一个慈悲为怀、善道为本的人，绝对是袂安尼啦吼。总是希望你安尼将轻烦恼，好，将轻烦恼真简单，叫你徒弟徛点点，得受贫道三个奖。我三个奖若歹无死，代志拢总了结。三个奖若我拍死，唔通歹冤，代志嘛是了结。道兄啊，无说是三个奖，未堪你，互你拍一个360个喙齿，伊都无命咯。但是你做一个老前辈，拍死一个下辈人，伊阁是12、13岁囡仔，恐惊会受本仔的批评啊！本仔的批评。对，好，安尼啦，你的徒弟徛在旋转宫内面，互伊转100年。假使若是安然自在，无叫拔出来，安尼我甘愿看破，放弃追求啊！假使100年当中，若是叫拔出来，爱阁受本山人3个绝奖。安那，安尼有公道无公道？安尼上轻呢？徒弟，若是昆仑四祖公孙岳讲安尼吼，我想是真公道吼。你还徛咧旋转宫的内面，互伊转100年，你的功夫到今仔真点，都爱托天甲你庇佑，看会当通过100年无？若通过100年，你就安然无恙；若是无通过100年，这都是你的运命。徒弟，你也都要忍受啊！好啦，我原来旋转宫，互伊踅100年啦，踅一个较爽的啦。行，来起个，
三角地，波罗三角地，念啥念啥？我咧念心经咒啦。啊，你的徒弟你要死啊！你都念心经咒。阿弥陀佛。90步，90人，97，99。啊，徒弟啊，徒弟啊！啊，为什么这个洞哪会逼开我的徒弟哪会坠落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到这个99年哦，这个洞逼开，人叫坠落。这一代小枭雄已经坠落地下去了，这个就是冤小还乡的报应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施主，到底这个地下室什么款的机关呢？地下室天炎五缺。啊，天炎五缺是什么？是会伤害我徒弟性命吗？天炎五缺，第一缺，一只九气猛龙会食人的；第二缺，风火桥，人若爆落小死；第三缺，酒精啊；第四缺，就是万年的金刚王啊；第五缺，十字洞。啊，到底这个五缺是不是会伤害我徒弟的性命呢？这是，这你都要到紫阳城去问毕中毕才了解啦。哼！来啊！挥动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紫阳城，紫阳城。各位，咱的计划类似被了律法所破。台湾西上大陆也已经被歼灭，六合就是咱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、极中极。对，你讲下定渺渺多人，率领大队去行刺大明朝的太子，不得为命。遵命啊！并且我新君。外面啊，有一个昆仑官人，我做贤元姓海拜访。毕中毕。在。昆仑官人由你来烦恼。遵命啊！快点咯，请礼拜。遵命，礼拜。昆仑官人，特别到这里紫阳城内中，汗流浃背，精神散乱。现在一步一步踏入着危险的境界路。极中极，听了这乌道杀手，特别行刺当中太子。金王寺陷入天炎五缺的地关，大战九气光荣。金王寺因师徒是毋是会当脱过难关的？太子殿下故事是无会当脱险的？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